你那时啊，我也冇了。在年能中一个小姑的路呢，不用干个半截里啊，很多人给看就是，你那是冇了，你找到。啊，看还要了啊，有下路我他只能到啊，呀大老姑也都能动工，晚上到晚上了都是。这边那天那么艰苦要我能用了啊！大路道路带好下去不到过去我讲到，我讲到，我讲到也下老哎。